如果嚟緊你會去大阪旅行，唔想捱貴的士嘅話，就記得睇晒呢條片。上個禮拜我同老婆去咗大阪，諗住掃下啲 BB 用品，順便體驗下日本最大型嘅 Poker 比賽 JOPT。雖然比賽係固定獎池，而獎金亦唔算好豐富，但係都吸引咗好多本地同埋韓國嘅娛樂玩家參加比賽。Weekdays 嘅凌晨時分都仲有好多人打緊比賽，氣氛都好好。除咗打 Poker，我哋仲去咗聖美子祈福，嚟到一定要買個達摩許願，希望嚟緊呢一年可以 good run。我哋仲去咗海遊館，見到好多鯨鯊喺你面前游過，仲有我最中意嘅翻車魚。今次呢條片其實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抵嘅機場專車接送服務。由於我老婆係大肚婆，唔想拎住咁多行李去搭 JR， 但係搭的士去到我哋市區嘅酒店都要成900蚊港幣。好彩喺我出發之前見到網上面有人推介呢一個關西機場專車接送服務，每人只需要2650 yen。即係大概130蚊港幣就可以直接送到去市區嘅酒店，真係抵過搭的士好多。我預先喺佢哋嘅網站 book 定車，一落到機出咗接機大堂，向左行就去到佢哋呢個 in 嘅服務櫃台報到，等咗大概15分鐘就有得上車，有專人幫你上落行李，佢哋仲要識講中文添。提提大家，如果同一時間有其他人預約，係有機會需要同其他人拼車。如果有需要嘅話，都可以 book 佢哋嘅包車服務，但係個價錢就會貴啲。而家留言 Osaka In， 我會 PM 你 book 車嘅方法，同埋送你95折嘅優惠碼。下次去大阪你就唔需要再捱貴的士。